菩薩坐在菩提樹下，於日落時分降伏魔君後，於初夜時分得宿住隨念名，於中夜時分得天眼名，於後夜時分基於悲憫有情，而以順序逆序思維緣起，於黎明時分證悟正自覺，並說出數百千諸法。初成佛時感慨而悅的此義偈。在生苦故，尋找造屋者不獲而流轉，許多生輪迴。已建造屋者不再造家屋，你諸全皆壞，屋頂已倒毀，心已離行作，已淨諸礙盡。在三重覆地投生很苦故，我尋找着建造稱為自我之家屋的貪愛工匠，卻找不到，於是許多百千生輪迴中一直不斷流轉。我現在由證得一切之智而見到了建造家屋的貪愛工匠，你不會再次建造稱為自我的家屋，你的所有煩惱全子已被我破壞，稱為無明的屋頂已被我倒毀，我的心通過緣取所緣而到達離行作的涅槃，證得貪愛滅準的阿拉漢果。